大家好，歡迎收看本期視頻。其他女明星就算係嫁咗入咗豪門，生咗下咗細路仔，都唔一定能夠得到豪門嘅認可，而徐子淇就係一個例外。喺嫁咗入咗豪門之後，好快就憑藉自己嘅個人表現，把家中話語權最大嘅公公李兆基哄得團團轉，亦都就係得到咗公公嘅認可，所以喺嗰段時間，徐子淇完全唔使擔心外面嘅燕會同自己嘅丈夫傳出緋聞。為咗更討公公嘅歡喜，佢直接放棄咗自己圈內嘅所有社交，喺短短8年嘅時間入面生下4個細路仔。就喺佢以為可以憑藉公公嘅認可，一直有恃無恐嘅時候，3月17日，李兆基離世嘅消息都仲係傳咗出嚟。喺件事傳出，真係有人歡喜有人愁，咁件事會俾徐子淇帶嚟咩嘢樣嘅影響？難道自己嘅地位真係保唔住咗咩？8年生4娃，面臨巨大危機。對於生細路仔件事，徐子淇一直就好似好心急，先至啱啱生完2個女嘅時候，就喺鏡頭面前講到：我希望而家嘅我能夠快啲懷孕，同時都希望能夠俾我嘅2個女仔生一個細佬。從徐子淇所講嘅句話，其實都可以感受到佢滿滿嘅危機感。喺一般嘅情況之下，豪門重男輕女嘅現象係一直存在嘅。如果冇辦法生下一個仔，佢好清楚自己嘅地位會俾外面嘅女人俾搖動。作為李兆基嘅仔，李嘉誠坐擁嘅資產肯定都唔會少去邊度。如果能夠嫁俾呢個男人，想要享受一世榮華富貴，肯定都唔在話下。面對外界呢啲女人嘅威脅，佢自然迫切希望自己能夠再次懷孕咗。睇到兒媳婦對懷孕件事並唔反感，咁令李兆基對其更加認可，行咗上咗一條不斷催生嘅道路。要知道當時佢可是花咗李家7個億先至娶入嚟嘅女人，如果喺添丁件事上面都不能夠做出一定嘅貢獻，佢嘅地位自然都會岌岌可危。就喺佢無比擔心嘅時候，有關於佢懷孕嘅消息再次傳咗出嚟，喺2011年生咗下一個男仔。作為細路仔爺爺嘅李兆基，當時都已經70多歲咗，得知呢個消息叫嗰個喜笑顏開，當時公司嘅好多員工都沾咗光。據講喺徐子淇生下男仔後冇幾耐，公司嘅呢啲員工仲獲得了1萬蚊嘅大紅包獎勵。睇到公公對男仔如此重視之後，佢都變得更加嘅執着咗。喺2015年，又再一次生下咗一個男仔。呢個男仔嘅出現，都令佢嘅地位再次上漲。據講當時嘅李兆基俾嘅獎勵都達到咗上億，嗰時都有好多人好奇，佢會唔會再次去生細路仔？對於呢個問題，佢冇任何猶豫，同時都話俾其他人知，只要身體恢復過嚟之後，係會考慮生第5個細路仔嘅。佢嘅呢種想法其實都完全可以理解。喺生下細路仔之後，細路仔唔特止可以成為自己嘅武器，同時都可以喺呢個家庭嘅地位變得更加嘅突出。但值得一提嘅就係，喺個過程當中，佢其實都面臨住好大嘅壓力。首先就係生細路仔元氣大傷，身材同形象或多或少會受到一定嘅影響，佢必須要以最快嘅速度調整返嚟，只有咁先至可以避免李嘉誠移情別戀。其次，丈夫都並唔係獨生子，上面仲有一個哥哥。如果喺件事上面，自己冇辦法靠細路仔數量多嘅優勢嚟碾壓李兆基嘅長子，肯定都會俾丈夫帶嚟一定嘅被動。作為長子，
李家傑呢啲年雖話冇結婚，但喺感情生活方面都並唔簡單，同外面嘅女人生咗3個細路仔。呢3個細路仔嘅出現，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徐子淇細路仔嘅地位。為咗鞏固好自己同細路仔喺豪門嘅位置，佢所選擇嘅方式就係繼續懷孕。但最重要嘅其實都仲係最後一啲，咁一啲究竟係咩？令曾經對形象管理非常嚴格嘅佢，竟然會心甘情願行不斷懷孕嘅呢條路線。關鍵原因被捕，已經蠢蠢欲動。想要喺豪門嘅地位唔被動搖，就必須要得到李兆基嘅認可。畢竟佢喺家中才係真正擁有話語權嗰一個。佢知道，隨着年齡嘅上升，李兆基其實都同好多普通嘅長輩一樣，希望大家庭嘅細路仔數量能變得越嚟越多，只有咁先至可以實現人丁興旺嘅想法。而徐子淇喺呢方面所做咗出嚟嘅嘢，都得到咗佢嘅認可，都係為咩佢年紀輕輕就可以坐擁上億資產嘅原因咗。每一次生一個細路仔，李兆基就覺得自己挑選兒媳婦嘅眼光真係非常唔錯。直到嗰時，大家先至終於理解點解李嘉誠同其結婚之後，壓根就唔敢有任何嘅緋聞傳出。佢好清楚自己老豆對徐子淇嘅認可，如果喺件事上面真係同外面嘅鶯鶯燕燕有聯繫，肯定都會令自己喺豪門當中嘅競爭唔佔據任何嘅優勢。而且佢都唔願意忽視幾個細路仔嘅感受。呢其實都得提到徐子淇另外一個聰明咗嘅地方。喺生下細路仔之後，佢唔特止討好咗公公，同時都經常讓細路仔同李嘉誠打好關係。想要令自己嘅地位得到鞏固，細路仔自然都係一個重要嘅環節。就喺佢以為自己冇咗任何後顧之憂嘅時候，今年3月份，李兆基都仲係去到咗另外一個世界。當李兆基離世之後，好多人都覺得佢曾經嘅優勢好有可能會唔再存在，李嘉誠嘅真面目都會暴露出嚟。之前人人都覺得李嘉誠同其他豪門嘅男人嚟比，確實係一股了不起嘅清泉，身上好少有傳出過緋聞。但喺佢老豆離世後冇多，就有一個令人感到非常震驚嘅緋聞出現咗。據講佢同佢嘅前任好似又藕斷絲連咗起嚟，而且兩人之間仲疑似有咗一個女。如果講呢個消息屬實，徐子淇確實會變得非常嘅被動。呢時肯定都有人反駁，就算係對方喺外面真係俾佢生咗一個女，都完全唔使擔心，畢竟佢有4個細路仔撐腰。但只有佢自己清楚。儘管自己喺細路仔數量方面更加佔據優勢，只要佢嘅心唔喺自己身上咗，就算係細路仔數量多都完全起不到任何作用。而且深入了解一下會發覺，之前嘅李嘉誠唔係冇傳出過相關嘅緋聞，而係唔敢將呢啲緋聞俾蘇大，怕影響自己喺老豆心入面嘅地位。佢之前究竟同邊啲人傳出過緋聞？難道而家千億兒媳嘅位置真係會拱手相讓到其他人手入邊？